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欢迎收看7月20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市的办公税对明年开始调升，连民国90年起的老厝嘛对咧连续3档，如果影响到12万人加税，引起外界持续反弹声音。对此，议员罗坤豪上午再次召开记者会，呼吁赖市长唔通一意孤行，也无将发动抵制不被缴税。议员罗坤豪因小日前，国民党籍议员出面批评台南市办屋税调整是不公不义以后，上午伊再次出面批评市长一意孤行，和台南市变成全国唯一对90年开始对所连续3档的县市，所以希望民进党政府函请全国比较台南市的做法，也无明年将发动抵制不被缴税。赖清德今仔日扣台南市的乡亲扣甲实在是足离谱的。我无希望台南市是受委屈。赖清德出来交代清楚，为什么台南市爱读民国90年7月1号开始，房屋才开始加税，其他的县市无安尼。那如果是安尼，你赖清德是对的，阮比照台南市全国性的拢爱读90年7月1开始加税。如果明年5月1号，赖清德不改善这个加税的问题，我希望我绝对呼吁大家要站出来抗议，而且咱莫甲缴税，上届无我服务处要互人来定情诉冤，我们不缴这个税有理啊。对此，市长赖清德日前回应，办屋标准单价对1984年制定，各地方政府拢无搁再调升，中央嘛认为需要调整，而且6都当中，台南甲桃园的调整幅度是上少的，所以唔通搁再摕台南当作目标来检讨。不过，办屋税调升以后，影响12万人加税权益，看来该案后续的发展也搁有待观察。但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于柳园区艺术路的绿色隧道是当地来往市区的连外道路，也是农产品运输的交通要道。虽然去年有进行修复，不过却因为时间无够完善，才短当半路面就已经破损无平，影响行车安全。对此，议员赖慧媛找来干部局会勘，要求尽速改善。这条艺术路唔那路边种满树啊，形成绿色隧道，景观优美，而且临近病院、工业区等，车辆来往频繁，同时也是农业运输的重要道路。不过因为维护无够完善，致使快车道路面出现窟窿、裂平，常发生汽车甲慢车道、乌多摆抢道的现象，相当危险。因此，议员赖慧媛找来工务局等单位斗阵会勘，要求尽速改善。伫104年的时阵咱工务局甲这条路做这个修补的时阵可是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常落雨天的时阵，里长就互骂甲要害，讲啊，里长你看佮破一坑啊，好来补啊啦，是安那？到尾啊甲工务局研究的结果就是迄个级配无够扎实，无够30公分的扎实，所以说造成今天这一条议事路破损的这么严重那当然公务局也是负担起这一个责任伫本届的议会不断的给予建议那今年下半年即将来施工。对此，工务局回应，将以路边专案的标准来修复1.1公里长的快车道路面，总经费600万，并预计伫年底进行完工。请那个土木技师工会去做鉴定，鉴定出来的结果是因为好像是有重车碾压，加上那个它的路基的深度不足，就是那个级配的深度不足后来在今年度那个区公所提报给公务局，我们公务局有来这边看过很多次了。我们用那个今年度我们路平专案的标语款会来施作这一条路，大概我们施作的长度它是1.1公里就是针对快车道的部分
我们的预算都会抓到600万，就是我们用路平专案的标准来做这一条路。议员罗慧婉希望未来这条道路修复完成以后，会当再提高使用率，并且成为行销在地农特产的特色景点，借此带动地区观光经济发展。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过去因为起苗拍歹身体5万良，后来透过中医的调理，慢慢恢复健康，嘛互兴起从事经络、血道以及气功等研究的动力。同时，将伊多年所学习的功夫，透过社区大学的开课，要来帮助需要民众进行养生保健。原本龟山区电科科时常经过酸痛洪太太，经过老师几啊摆对脚的末梢开始调理，找出他的经络，加利用血道的刺激以后，就认为改善真济。吴万良老师表示，开始依照中医的讲法，袂痛就痛，而且通过龟山区的调理，才当找出酸痛原因，临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的经络的循环哪好吼，它就没有阻碍。没有阻塞啊，没有阻塞的话就没有毛病，等于一条水沟，它能够细水长流的话，它就不会臭，跟都是一样吼啊，循环就是会改善。你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就像我们这边我把它处理掉，它就不会酸，不然它走路一般的到一个年龄，它这个腰都会酸，吼啊这肌肉就是会迄个去啊，你若这条的，伊脚会嘛萎缩去。因为气袂过，调的，它就会很舒服。吴万良表示，民国94年之前，伊嘛因为起苗拍歹身体，后来经过调理，才慢慢恢复健康。同时专研调理甲气功养生，希望帮助有相关困扰乡亲会当养生保健。因为一般的调理，它都局部调理而已。你局部调理的时阵吼，无顺，无循环。到尾一个中医师，但我看无效，从我一本迄个。中国医药学院要考中医师的册互我册才拍开来看，伊嘛是经络，但是伊是针灸，针灸吼，咱无受过针灸的训练，所以我就是用调理。你用调理的时阵吼，就是规身躯我讲，你针灸的身躯的你也无法度规身躯拢我贴，我就是伊嘛是有人际图嘛，人际图了的时阵。我甲讲，安尼我著较辛苦，我著身躯拢调理好就好啊。就是安尼来去来调理，规身躯较慢慢改善去。目前吴万良应永康甲南关社区大学邀请嘛陆续开课，欢迎兴趣的朋友拢来学习，因为顾身体嘛要知影如何保养。但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手作作家陈春金当年研究毛巾的雕塑，并且设计出各式各样的作品，相当温馨，都来适合放厝内，而且制作过程简单佮安全，所以嘛，可以积极来推广，希望让更较侪人认识毛巾的创作艺术。这寡古锥的毛巾创作品，拢是手作作家陈春金的作品。一支一支普通的毛巾，伫咧伊的脚手之下，唔免黏，唔免绑，就当完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哎呀，我累趴了，对不对？好，谢谢你，或者是点头。你要动的部位就是动它重要的，比如说头啊，整体的部位。它脚可以这样，然后它就会有走路的样子。往旁边压，好，然后这样就可以走路啦。因为毛巾制作的过程安全简单，手作作家陈春金近年来也积极推广，除了现场教学，也出册予民众自行学习。毛巾制作尤其适合小朋友，会当训练伊的耐心，甲使用双手的精巧程度，让小朋友学习。指尖的细腻度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未来是不是要当艺术家，还是当外科医生，还是当一个面包师傅，其实这个指尖的训练对幼儿前的小朋友跟以后的造型啊、创意啊都很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在这边推广一下。目前伫咧台湾从事毛巾相关艺术创作的创作者真少，一届看到这么多无同款的作品，会当讲是相当难得。
手作作家陈春金，伊也随时欢迎民众会当来到蓝晒图文创园区内底，找伊学习毛根的创作。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所有的艺品拢需要透过大型的彩色，才发到烧出作品的质感。不过现在因为大型彩色一烧1000度，需要较偏僻的所在，所以大家林庆祥为了好民众买当感受彩色过程，特别打造了古锥造型的小药，让民众来亲身体验。1994年伫苗栗学道嘅，一直到2005年回到台南徛起的林庆祥，已经将算图、烧图当作伊的职业。特别伫光照之下，呈现伊作品的设计甲展示。多年过去，这些道艺作品拢需要大型的彩色来烘才当成型。不过，为了让市内朋友买当体验彩色滋味，伊特别利用保温砖，家己制作了几啊座古锥的小窑，同时进驻最高社文化园区，让游客亲身来算图以外，买当感受彩色已经要到1000度炉火纯青的过程。因为都市比较不能玩柴烧，因为烧的时候也庆火烟，影响到旁边。可是又想要让人家享受一种柴烧的乐趣，所以就把它缩小成这个比较小的。只不过它烧的燃料是烧灰炭，因为灰炭也热度较比较容易烧高温。第二是较袂积炭。如果积炭的时候，伊烧的时候会温度球较袂起。那个小小柴烧窑也是有那种乐趣啦，就讲你若袂当，才讲喜欢大条的窑你安尼加减算对，也气温会真好，尤其是暗时啦，暗时烧的时阵那个火树烟花感觉就是，都先放烟火哟，会真水，火机窜上来，主要是窜到大概60几公分都有，所以以后露营应该暗时来算是较好算。所以讲，年头入窑，年尾出窑，虽然是祝贺新人早生贵子，不过迄份对彩色过程所诞生的意涵，确实真有意思。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1000度以上那个。这款由个人家己研发的银黏土，伫申请全球的专利以后，拢是外销欧美、日本。不过现在有业者首次将这款的原料伫国内来推广，同时选定台南最高社文化园区，让民众亲身来体验。伫制作当中，黏土变成纯银的过程，真正互人大开眼界。学员透过炼土过程，将黏土当中的空气揪出来，同时固在你烧圆画边，呈现出家己爱造型。参照学员印象指纹以后，透过烘打、研磨，主要用650度左右的温度来烧成以后，就参照图腾顶面变成真水的装饰品。假是对着想要学习银饰品制作人来讲，传统金工技艺相对较困难，不过银黏土的真好入门。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个材料在台湾也可以很多人使用，让大家就可以比较轻松简单一点的入门金工。它可以借由银黏土，然后引发他们对传统金工的喜爱，然后就慢慢的越学越深入。当然，这款黏土并不是一般的黏土，而是将银粉加入胶合剂，搁再加工出来全世界专利。原本咱拢是外销，不过业者认为，其实欧美加日本拢算买20档，等到是咱台湾人无机会体验。加上制作过程有化学的变化，嘛是独一无二的创作，相当吸引人。这个材料会变成说，它还有教育的意义，比如说它如何要从
像粘土状的银，然后转变到它是99.9，要烧完之后就变99.9的纯银。所以对很多亲子啊，他们都会有一边做，然后就一边告诉他这个化学的知识。那有化学知识之后，加上他做的饰品又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它可以盖指纹，那就是属于他自己身上的印记了，那这就很特别。地震业者小处进驻最高社文化园区以后，日后嘛将进军高雄，让更加侪人都有机会来体验银黏土的魅力。台新闻军职张伟忠采访报道。虽然9月中旬才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不过知名5000家饭店为了让民众提早预订享受优惠，已经率先推出月饼礼盒。今年除了8种港式风味的月饼，包括传统甲水果风味以外，也增加3种创新的口味，更加充分来满足消费者。今年中秋节月饼礼盒市场提早开展，由台南知名饭店所推出的高质感蓝月月饼礼盒。礼盒的外观是以油彩风格蝴蝶兰为主，呈现出现代华丽设计感。这届推出了8种无同款的月饼，要让消费者一届各买，就会当享受到侪风味。我们的月饼礼盒当中呢，有推出了8款不同风味的月饼。那除了有1款荤食之外呢，我们其他7款呢都是以素食为主的哦。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月饼呢，除了是结合了传统的口味，我们也有创新的口味以及水果的口味哦。那我在我们传统的口味当中，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古早卤味这个口味之外呢，我们今年呢还有松子莲蓉以及核桃枣泥这2个传统的风味哦。那在我们的水果的月饼上面呢，我们这次呢也结合了土凤梨坚果以及是如意芒果这样子一个水果的搭配，所以品尝起来呢，口感上呢也比较清新自然。对，那除此之外呢，今年还多了新颖的创新的口感哦，像是刚刚总经有提到是有咖啡巧克力无花果，以及我们的焦糖牛奶栗子以及切达乳酪火山豆呢，也融入在当中哦。8月10号进前预订，会当享受8折的优惠。同时，业者佮大心准备茶包，让消费者伫咧享用月饼的同时，会当搭配每一个礼盒佮附带1张饭店餐厅8折的礼券，要将上丰富的优惠提供给消费者。台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随着饲母奶的好处推广，有愈来愈侪产后妇女愿意选择来饲母奶。不过，一寡新手妈妈因为困眠不够、情绪压力等等原因，造成母奶塌掉的，甚至变成尿酸炎。律师护理师强调，为了避免类似情形，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加亲人的支持。伫临床上，产后饲母奶的妇女常常拄到的问题，就是母奶塌掉的，也则是经痛的状况。若是无完善的护理，有可能会互磷减少，也则是发展成为乳腺炎，也则是乳房脓疡。当孩子正确的含乳，一般他因婴儿需求喂奶，也就是当孩子出现想吃奶的征象的时候，我们就试着让孩子靠近你，那孩子自然而然的会去寻求找到一个他能够正确含乳的一个姿势，所以正确含乳很重要，然后给孩子机会也很重要，就是让他去熟悉你的乳房，那让孩子能够有机会依需求哺乳。那另外就是寻求一个正确支持你跟帮助你的人，也就是他建议你们的是寻找母婴亲善的生产医院。那在这边的医护同仁是比较能够在整个过程呢能够帮忙你，而且在你返家之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够提供正确跟专业的资讯来帮忙，来减少你在乳汁淤积而产生到乳腺炎，甚至到乳房脓疡的问题。这样。护理长强调，乳腺炎也就是乳房脓疡的情形，但要经过1礼拜抗生素的治疗，就会当恢复，而且完全无影响到饲母奶，所以有这种状况的妇女唔免伤过烦恼。一般出现当乳腺炎的时候，绝对不是不能喂母乳的一个合并症，也就是当必须要适当的治疗哈，然后找到你发生乳腺炎的原因，那一一的去把它化解，其实是最重要的。那并不是一到出现发烧就不能够再继续喂母乳了，所以我们刚才一直不断的强调专业的咨询跟能够正确的
协助你的人，要找到对的咨询是很重要的。护理师表示，无能不足会造成妈妈真大压力，所以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以及亲人正面的支持，才会当减少产后忧郁症的发生。但新闻加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风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20号中午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